我叫卢秀荣，我是舟山盛市花鸟岛的。我们家以前都是渔民啊，我从事渔民画已经有30多年了。我以前是在这边文化站上班的吧，86年的时候，我每个乡镇都要去一个嘛，我们这边花鸟嘛，就我去了。后来去那边了以后，老师他是不教你的，就给你一张纸、一张笔，叫你自己画的。本来又不会画的是吧？那画了，我本来画的时候是画了2个乌贼，后来他说一定要丰富一点啊，画的都是好像鱼啊、虾啥都有，还有海里面的海草。有时候都看习惯了那种。是教出来的画和我们那个不会画画的人，他那个画风不一样的是吧？先给他勾图勾好，勾图勾好了以后再上色。每个人的眼光不一样是吧？那想法也不一样。有的说他是鱼，有的说他看上去像人，也可以说。这幅作品是我第1张作品，其实我挺喜欢这幅画的。捕鱼的人都喜欢出海打鱼，都喜欢是满载而归的，是吧？这一户人家看上去都很和睦的啊，相亲相爱的。我也喜欢这样的生活。